这个面都干这么多干事，不都是你搞好嘞？我们全都吃的，别给别都理会，伢么伢喽。哦，那饭哎，那个包东西，别就打死打出别给，忙那个节目，我这么多牛肉切丝哎，可是没忙嘞。我这个都不连哟，怎么切不是哦？那，搞这个东西，天母啊，没关系哦，别去用搞死哦。我没了。你把我说死哦！对，家只要真啦，有点我都羡慕，找一条老妹妹帮你找见呢。啊，你把我说死哦！你说是？我信你个鬼！那不然，上次我说那个，看了，我们赢他了，哼！哟，姑你那身太高了，我被司机剁了。哇，车长啊！不知道那个是直套紧的蹦。直套紧的蹦。要我咋子嘞？我第一个男朋友你要考烧烤哎，我谈你分手以后，我就知道那个烧烤了。我第二个男朋友你要开网吧的时候，我谈你分手大没？我再一次上门网吧了。我第八个男朋友你要开宾馆时，我谈你分手的，我再一次上门不宾馆了。我来接，然后个卡子跳楼。我嘞，佢有我样子呢，啲老友，我又冇口咗咧。我又冇口咗。你好坏哟，我好喜欢。记得双击，么么哒。